唯一上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花卡蚌是南部天狗节上主要的碳白蚌。伫咧去年就发现讲，这花卡蚌伫咧云林北港生态，拍算是15年后，这花卡蚌就会出现伫台中、花莲等地区。另外，这花卡蚌原来是会坐车上北所以人较侪所在也要来注意。高雄市环保人员伫大街小巷甲小台环境喷消毒水，因为今年本土天狗热累计有12例拢伫高雄市。为着防止天狗热疫情扩大，各县县上新研究发现，花卡蚌原本是南部天狗热主要传播源，甲北部的白线斑纹习性无共。也毋过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繁殖碳生后代现象，显示有向北刷动的趋势。埃及斑纹的寿命比白线斑纹长。它又相对白线斑纹比较喜欢室内，它会就是叮很多人，所以它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有埃及斑纹的地方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对抗这个埃及斑纹。郭委员表示，这份研究是利用气候模型来估算，结合白雾蠓伫台湾分布甲气候资料，包括气温、湿度、雨量等，估算蠓仔会出现伫倒一寡所在。随气候变迁，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的踪迹，估算2024年进前，适合花卡蚌生存的县市可能增加台中甲花莲等地。另外，报告也指出，板桥车站甲新乌日车站较会发生花卡蚌随北上列车刷动到北部的事件。所以交通中心也爱定期监测。地方单位如果有发生病媒蚊子上比较升高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动员，会去做资生源的一个清除。疾管署强调，天狗热是环境病，尤其目前当时天狗热流行季节，加上最近天气高温，钓有过头了后落雨，有利白蚊蠓滋生，传播风险增加，呼吁民众爱主动清除，节水用气，落实顺道清除，才会当彻底阻断天狗热的传播路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